又是这儿啊！叶青天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这个镇子里为什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为什么这里给我的感觉这么熟悉？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不对，这个地方我已经来过好几次了，为什么总回到这个地方？逝水红颜，你最好保证苏冉冉没有任何事情，否则我一定会让你后悔。大哥，二弟，让你练功，你怎么又在偷懒啊？今日军中事务繁忙，许久没有与你一起切磋武艺了。来，让大哥看看，看看你有没有懈怠。好，大哥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我一定要成为将军，为国镇守边疆。哼，来，好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是谁？你把我大哥怎么了？嘘，小声点儿，别吵醒他了。看，不好了，他醒了。那我就没办法了。去吧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是秦朗啊！打得好！师姐，冉冉你。大哥，你究竟把我大哥怎么了？我要杀了你！
大哥，醒醒！我是秦朗。我最喜欢骨肉相残了。哥哥想杀弟弟，怎么？你心疼吗？我怎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，只不过他啊，非要保护属下，非要保护他们。我想落个轻剑，但是最后还是他亲手杀了他们。不信啊？哼，你看啊！打得仗的人，杀起人来还真是不一样啊！大哥，收手吧，大哥！大哥，我杀了你！桃儿啊，你怎么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呢？你们是谁？素女师傅。素女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是来找冉冉的吗？冉冉，你看看这是哪儿？冉冉，3年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冉冉好得很，冉冉都想死素女师傅了。可是这3年你一直都不让我去看你。师傅是化外之人，不能插手太多世间之事。哦，冉冉，你虽然命运坎坷，却依旧能保持心性纯净，为师很是欣慰啊。哎呀，素女师傅，你们一个个的都说我命运坎坷，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呀。你想啊，我有爹爹、娘亲、哥哥们、表姐，还有师姐、2师兄、9师兄他们呢。而且我还有素女师傅你对我好呀，所以我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命运坎坷。好孩子，那你还记得为师教过你什么吗？当然记得啊，只是虽然素女师傅把自己毕生所学都倾囊给了冉冉，可是冉冉天生愚笨，到现在只是会一些雕虫小技。冉冉，师傅在你脑中插了3根金针，让你遗忘了太多的事。为了为师，你想一想好吗？冉冉，放下手中之物。哦。
师父不能再保护你了。走之前告诉你一件事：这个极恶世界，并不存在于人世间。每一代逝水红颜，都会在这里完成传承。一切的一切，要么从这里开始，要么在这里结束。师父教你的破解之法，你得记住。等破阵之后，赶紧逃出去，再别碰到他了。他是谁啊？师父已经不在世间了，再也不能教导你了。不可能！素女师傅，素女师傅，师父不能再保护你了，然然，不能再保护你了。不要走啊！素女师傅，素女师傅，冉冉，冉冉，逝水红颜，你。一起长大的哥哥死了，你是不是很沮丧？逝水红颜，你说，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走啊？素女师傅，素女师傅，冉冉，我好像听到小冉冉的声音了。你说，我要不要去安慰他呀？站住！逝水红颜，你。素女师傅，冉冉，日轩，你终于来了。你的真身在哪里？你自己找找看啊！素女师傅，冉冉，冉冉，小心！小心！秦朗，站住！赶紧过来！秦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快帮我解开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怎么又换了个地方啊？不知道。冉冉，你是怎么到这儿的？我不知道。走着走着，我就莫名其妙的走到这儿了。谁想到这里这么古怪？这里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里应该是逝水红颜的根据地。我之前是从客栈过来的，一路跟踪他，没想到逝水红颜，就来到这儿了。秦老，我问你，你刚刚是不是出现幻觉了？我刚才看到了我死去的大哥，你呢？我看见了我的素女师傅，她告诉我，这里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，而是一个阵法。是传说中的医仙素女吗？嗯。那她可有告诉你解阵之法？倒是有一个可以解阵的办法。但是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我们走。难道是老天爷
不想让我们找到解救妹妹的办法吗？我记得冉冉曾经对我说过，素女师傅跟她说，她脑内有3根金针，可以保她5年性命无忧。在这5年内，她则会潜心研究出彻底击败红颜之毒的方法。可是，现在素女师傅忽然死了，肯定是有人想阻止素女为冉冉解毒，才杀了素女。难道是？月影，冉冉，你说的解阵之法是怎么解？我方才顺着一条路走了好多次，那条路笔直无比，可是我每隔1刻钟都会回到原地。后来素女师傅也告诉我，那里被设了阵法，所有进去那里的人都会被阵法所困，要么就是停留在原地，要么就是陷入自己悲痛的回忆当中。还好素女师傅把我从那里拉了出来，否则现在我还在那里徘徊呢。你若要解阵，我替你护阵。那我可就把身家性命交到你的手上啦。定不负所托。日轩哥哥，日轩哥哥，月影好想你啊。你玩够了没有？怎么，好不容易见到你心爱的人，不开心吗？苏冉冉根本就不会叫我日轩哥哥，现出你的真身吧！年轻人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我呢，是死不了的。我该怎么进去？很简单啊，我想让你进去，你就可以进去，请吧。知道吗？凡是进去过的人，全都死了，变成了亡魂。这里的每一栋房子，每一寸土地，都是亡魂所化。即便如此，你还是要进去吗？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。
心思冰